香港觀眾朋友對港股之後繼續收聽提早國際，呢個禮拜四冇後等嘅，同你大家來關注係咩？全面性嘅每日大戰係開打咧。今日嘅節目呢度為大家邀請到嘅專家係台積電經濟預測中心嘅孫明德孫主席，主持人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主任再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事實上，我昨天在電話中要跟主任約訪的時候，我們設定要談的主題是美中貿易大戰再起。那昨晚最新的發展是，我想這個不僅僅是美中，可能是美國跟歐洲、跟全面性、跟所有國家的貿易戰，是不是都要再一次的開打？那我們先從中國談起。其實這一點我之所以想要請教主任，就是我自己都有點看不透。我明明看到5月19的時候，美中雙方發了聯合聲明，然後努欽也說啊，我們已經有共識啦，我們不會施加這個高額的關稅。想不到才休戰短短的10天。結果白宮突然就宣布說，要針對中國課徵25%關稅，而且有總共高達500億。那最終的清單有哪一些？在月中6月15就會宣布。為什麼川普突然又變心了，又改變了這個政策？應該不是說他變心，他從來就沒有對你釋出善意過。我覺得你要下這個定論會比較好一點。那個時候，在美中上一次在美國談判的時候，會後大陸的國務院副總理有釋出說，啊，我們已經不要打關稅了。是。然後呢，美國方面的談判代表，你發現他的財政部長跑出來說，啊，我們也不用課關稅。只有那個財政部長是這樣講的哦。所以那個時候你會發現，因為我們台灣都去抄大陸的報紙，所以大陸的報紙就說，啊，我們都已經沒事了，不課關稅了。你去看美國《華爾街日報》，它不是這樣寫的，《華爾街日報》是寫說美國的意見分歧，財政部長說已經沒事了，貿易代表說關稅還是在適當的時候要運用，所以可見他們雙方在最後發言的時候是不太一樣，所以到時候上次最後表達就是他們達成了什麼協議，其實大家現在也是搞霧裡看花，也不知道。然後那個時候照說如果達成了重要協議，川普總統的推特馬上就會寫了，說哎，我幫美國人做了多少事，我幫你賺了多少錢。對，他一定會寫邀功討賞，他一定會啊，他什麼也沒寫。過2天以後，你才發現他其實並不滿，他對那個結果其實並不滿意。所以我覺得上一次的那個談判，只是說中國答應說我們要多從美國進口一點東西，然後美國說很好，就這樣子吧。讓貿易的赤字不要這麼大，然後減少那個差額。對，但是美方有沒有鬆口說，我原來要課那個500億，我不課了？他沒說。對中芯的問題，他當時也沒有立刻做決定，說不制裁，是這幾天才有新的消息說，中芯通訊如果願意繳很高額的罰款，然後呢願意撤換他們裡面的黨委書記，我才讓你過關。所以當時你會發現，其實是中國在讓步，美國沒讓步。美國說我們要再考慮幾天，但是會後大家先發一個好像非常友好的聲明，讓大家覺得說好像貿易戰已過，其實根本就沒有過。那這一波的這個雙方的這個較勁後，我們看到幾個細節，我想要特別請教主任，包括白宮提到了中國製造2025有關的產品，然後究竟這個2025有關的產品它的內容有哪一些，以及他們這麼做看起來會不會不是只有打擊中國的經濟？其實我們一直知道，這個2025它最終的目標，某種程度是讓中國可以晉升製造業的強國，所以它打擊的其實是中國這個之前擬定的10年綱領。是，我想製造2025，你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等於是中國的進口替代。中國它不想要什麼東西都進口，它想要自己做。之前它替代了日本，替代了韓國，替代了台灣，很多東西都到中國去做了。現在呢，它那邊的自主產能越來越高，但是還是有一些，比如像半導體，半導體它的自制率可能只有20%不到，80%要靠進口。全世界1年5000億的半導體，中國大概就買掉1半。所以中國大陸對於這個東西，它是念茲在茲，它要掌握全盤的高科技。所以製造2025裡面被美國詬病的說，你要發展科技沒關係，但是你不能用補貼的方式補貼你的廠商。其實我後來想一想，哪個國家不補貼啊？台灣、日本，大家都補貼。我們自己對汽車，對啊，你美國自己對自己人都會好一點的，那個不用講。但美國另外一個在意的是說，製造2025是派了一大堆商業間諜去到處偷機密啊，然後這些東西可能會對美國產生疑慮。但是我們要注意，美國常常說人家的什麼東西不對，美國自己未必是對的。我們看到，尤其這個川普總統，他上任以後，巴黎氣候協議廢掉，他說巴黎氣候協議是空談啊，那個全是沒有這個問題。他上了第2天就廢掉了。對，然後那個伊朗核協議說要廢掉，說伊朗有大規模殺傷武器。美國每次說人家有大規模殺傷武器，最後也都找不到了。反正先把你對付了就好了。所以美國說的，老實說，講第1次、第2次，他還半信半疑。他連說 NAFTA 都不想談了。對，現在我覺得他講人家至少2025也是一個，等於是又拿跟你扣一個大帽子，先給你栽上一個罪名。
然后事后我们再来用很多的方式制裁你。所以制造2025本身，它其实采用的是各国都在采用的，对一些弱势产业、新创产业的补贴，或者是它有一些想要发展高科技的一些纲领。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个纲领大家都有，德国工业4.0，台湾对5+2产业计划类似的都很多，那大家做的做法也都很类似。但是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念之在之，他知道他不可能打你的石油，石油是拿来打俄罗斯的，他不可能去打你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日本他就打金融，那日本跑不掉。但是他打中国，他找了半天金融，因为中国金融封闭，那又不是石油出口国，最好打你的打科技，所以这次他打中兴办那个中兴通讯，直接就掐到中国的命脉了，所以中国大陆呱呱叫，因为被掐住了以后，真的那个公司就倒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半导体都没有晶片，你都飞不上去，潜不下去，那中国的科技会垮掉。所以他这一次抓他的咽喉就是高科技，他不但抓到你这一次，他还希望你以后脖子一直都被我掐着。老师讲到这个高科技，让我想到他们在记者会上也讲到，6月30以前将在工业重要技术领域针对中国的个人和实体的投资做强化出口管制。那这样的强化出口管制落实在实际的做法上，可能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然后中国会有哪一些企业或企业家受到直接的冲击？如果你现在去并购美国的一般的公司，我觉得他不会太在意，他在意的是你去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其实我们台湾有类似的做法，我们也很担心。像你还记不记得紫光那个时候要来并购台湾的科技厂商，我们也是戒慎恐惧。中国其实这几年，最近这10年，它越来越有钱。中国以前是他进来的投资很多，就投资中国很多。以前中国对外投资很少，对，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投资中国还是很多，但他投资对外越来越多，他们叫做走出去。所以这几年，其实，在大概7、8年前，我就觉得中国它并购一定会去汲取日本的教训。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也是很多钱，那日本人去买什么？买房地产，买金融资产，买了什么影音公司啊，买那些东西。然后中国大陆汲取它的教训，买房地产有一天会垮，买金融有一天会泡沫。买什么东西不会？第一个，中国缺能源、农产品，他要去并购这个农产品跟矿的来源，去并购你的油田，并购你的农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并购你的品牌，他去买 Volvo。是啊，像这几年，像日本的厂商也开始松动，他也去并购日本的品牌。所以品牌是你只要有那个品牌挂着，你就很好卖东西。中国有制造技术，但是没有品牌，要他去塑造一个100年品牌，它来不及了。最好的方式是直接把你并下来，买一个100年品牌。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科技，因为科技现在是打科技战，你只要碰到我一点，我就开始告你，告到死。像以前我们的 HTC 本来卖得很好，2012年被人家告一下，到现在已经再也不行了。这2天你看到三星也被苹果告倒了，也要去赔一大堆钱。所以科技、品牌、农产品、农产品跟能源是它并购3大要点。美国最在意的就是你这个科技的东西。如果被你并购我几个美国公司，以后打专利战我可打不过你。那而且中国可以透过并购你得到你的技术。我不是要你这个公司，我要你的技术，技术可以让我成长，那个才是中国真正要的目的。那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美国提出了一个反制，但是这样的反制让我觉得，真的有效吗？因为当时他提到说会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我们讲的301条款，我想他要针对智慧财产权来做世贸组织当中对中国提起诉讼这件事情，就是老师刚才讲到的，其实是怕他们透过并购或者其他的手段来影响美国的科技业。问题是我们知道，在 WTO 提诉讼这种官司，通常都是旷日费时。那美国也很清楚这一点，可是他在这个对中国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它是一种威吓而已吗？是一种教牌而已吗？明知道短期间内不可为，为何他还要这么做？走这条路的意义是什么？我帮你这个问题补充一下。其实301条款是在世贸组织成立之前，美国常常在用。我还记得1980年的时候，美国常常用301对付台湾。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整天听到这个东西，对301特别301，对，每次一听到301，然后我们大家就傻了。好像我们又是什么海盗王国，我又剽窃了你什么智慧财产。他用301对付过很多国家，他也对付过乌克兰。但是自从加入世贸组织，台湾加入世贸组织，任何国家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在1990年的中期之后，他301就不用了，他觉得用 W 多边框架去谈就可以了。他唯一最后一次用的时候是差不多2000年初期，2001年的时候对付乌克兰，对付过一次，因为那时候乌克兰还没有加入 WTO， 他还可以对付你。但是2000年之后，基本上美国已经没有再用301。
301跟他要用 WTO 是2个互斥的行动，是，就像您说的，在 WTO 里面要谈好久，对，301比较快，但是为什么还是用301？美国还有其他的法案，什么232法案，好几个法案，但那几个法案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只针对特别产品。第二个，他一定要有人来告，我才能受理。是，就是一定要有人来，一定要有原告啦，你才会有被告。是，但是301不需要原告，我直接政府就可以开始做。第二个，301杀伤范围广，我一次可以给你列几千项产品，但是232它只针对钢铁跟铝，所以它的杀伤范围广，它可以跳过 WTO 的框架，它可以不需要原告，它可以直接对被告就去抓起来开始拷打他。所以对美国来说，它是方便行事，他就用这个301。我们听一听会觉得这个很恐怖，但其实它跟 WTO 的精神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它没有办法在那个多边框架谈，所以美国这次用301当然有它的考虑。第一个，全面什么商品都给你先乱打一通；第二个，不需要原告，我还什么等什么洗衣机的来告，我来不及了，我就直接开始。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方便的做法。只是说我们很久没有听到了，我们觉得好像很恐怖，但其实它的内容还是要循一些法律的途径来走。我们就目前发展的态势来看，其实原本我们以为中国让步了，然后美国也愿意看着中国让步有所妥协。可是就现在的最新的这个局势来看，是不是真的这个世界第一大跟第二大的经济体的进一步的关税贸易大战会真的开打？那毕竟这2个世界前2大经济体，如果真的贸易战开打，我想对美国来讲，好不好？它会不会是损人3分，伤己7分？谁会比较伤？是我2个都会受伤了。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啊，你要去对人家贸易制裁的时候，有几个特色，你要先注意到。你要打这场仗，你要先去注意到你打这场仗的代价是什么。我们现在去给人家课关税，好了，我给你课这个关税，那是不是这个东西我可以从别人买？如果不能买，我还是跟你买，那个关税等于是叫我民众回馈到我自己，还不是亏到我民众身上，那有什么好处？第二个是，如果我课你关税，你也课我关税，你会打我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又很重要。中国就说打他们农产品啊，就打你大豆嘛哦。所以你看到美国这一次去，然后你们共和党这么多农业州，看你川普现在耐不耐得住？是，所以你看到第一回合刚跟那个第一回合是那个洗衣机跟太阳能，那跟台湾中国没什么关系。是。第二，钢跟铝有一点关系，可是那还有前面还有几个垫背的，是欧盟啦、加拿大、墨西哥，他们还在前面，他们更大。好，所以中国跟台湾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第3阶段直接针对你中国，开始列了1300多项产品，然后500多亿。那时候我看了一下，1兆5000万台币。对，那时候我不是，但是我后来发现，那1000多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如果你要打一个主轴，他说他6月15以前才会公布。对。那个时候，你看他4月初列的那堆东西是一堆杂货，是那一堆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是一堆杂货。我算了一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它前4大，第1大是手机，第2大是电脑相关产品，第3大是通讯设备，第4大类是电脑其他的周边，这是它前4大哦。这4大占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37.5%。是，如果美国要去制裁中国，先制裁这个。结果你看到他那时候列了301名单，他没有这个东西，他列了什么牙医的工具啦，什么石化产品、什么机械，原本大概只占不到2%吧。跟你讲，最好笑的是飞机也列进去。中国什么时候卖过美国飞机啊？只有美国去卖给中国飞机，只有波音吗？对，你后来看到中国对美国去买的东西，第1名飞机。第2名大豆是啊，第3名才是其他那些又是一堆奇怪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美国要打中国很难打，因为前4项里面都是美国品牌，对，戴尔电脑、HP、苹果电脑，打了半天会打到自己。但是中国要打美国很简单，第一个打你波音，对，第2个打你的大豆，我就找 Airbus 买就可以了，因为这2样东西的供应链都在你美国，但是美国打中国那个东西供应链很复杂，美国品牌。台湾零件中国制造，打了半天不是打到自己。当然你会用另外一种解释说啊，因为我打苹果嘛，叫他回来，苹果回得去吗？他说 Made in USA， 对，回不去了，他只是从 Made in China 改到 Made in Vietnam， 或者是其他东南亚国家，而不会是 USA。他不可能 USA， 因为 USA 没有具备这样子的劳工条件或者其他条件，所以双方在打的时候，老实说，我觉得美国总统他是一个交易员，他只注重今天的交易成果。中国是一个战略家，他注重的是长期的成果，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交易员对一个政治家2个人在角力，那个打起来，我们外界是雾里看花了，但是我觉得美国其实没有深思熟虑这个后果。谢谢主任上半场的分析后，谈到川普这个交易员，他是不是真的没有深思熟虑？那他另外一个早上宣布，我们在看到这个做法，就是对他的盟友也要课征钢跟铝的税。那这件事情，他思考后面他有没有想过整件事情对美国有多大影响？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孙主任。
跟大家国际版转到讨论的现场，上半场我们提到了，其实中美双方的较劲。那除了在两大国之间较劲，我们看热闹也好看门道也好，我们更关注的是，如果美中的这个关税大战真的打了起来，对我们会有哪一些影响？哪一些产业别会伤得多重？如果就目前他们列的这个产品清单，其实对台湾影响不大。所以在4月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列那个清单，我刚跟你说那是杂货嘛，是那堆杂货。老实说，台湾在里面扮演的供应链角色不是那么重要。我们现在要把台湾这件事情再细分一下，一种叫台湾，一种叫台商。好，在中国的台商，在中国大陆的台商，有一些它是不从台湾进货，它是在本地生产的，是它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但是你说我们现在从台湾卖过去，再从那边组装完再卖到美国去的这些东西，目前看起来影响就不大，因为很多都是电子。可是我们不是有42%的出口是到中国去？42%里面很多都电子零组件，然后有一些东西是中国大陆自己用，所以这个部分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台商的部分影响不大，台商有影响，台湾影响不大。台湾影响不大，对，是从台湾过去的东西影响不大，但在那边的台商，如果你做的刚好就是我刚刚说的什么牙医工具这种东西的话，那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目前你要把台湾跟台商切开，那目前对台湾本地的影响还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他们有对电子产品课税。但接下来如果要打科技战的话，可能就会有，因为科技的东西难免都是台商在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台商，尤其是今年我们看到很多台商，其实他们在布局里面有几个考虑。第一个是美国有租税的诱因吸引他们，然后美国也给了很多好条件。然后第二个就是中国，它可能会变成美中贸易战之下的牺牲者。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是不是还要从中国大陆出口过去？你就要小心一点。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台商会考虑到美国设厂，只是考虑。所以我们看到郭董去了，对，郭董去了，电脑组装厂去了。所以他就是美中贸易战对台湾的影响大概分为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很直接，就是金融。你只要每次一听到他们讲什么坏消息，股市就开始跌。美国股市跌。昨天道琼跌250点，是因为他讲要对加拿大、要对欧盟课税。所以每次这种美中贸易战，第一个不好的，每次都是第二天股票就不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对它的出口，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以后要小心。我们也很担心说，如果中国大陆以后答应了美国的条件，我们来收减一点贸易逆差啊，回过头来跟上游找麻烦，就是我们了。对，因为在中国大陆的统计里面，我们是对它贸易顺差最多的，我们甚至比日本加韩国加起来还多。所以我们也很担心他找上游算账，何况现在两岸关系不好，找你开刀正好。所以这是第二个，第3个就是投资，他可能会吸引一部分投资过去。所以美中贸易大战对台湾的影响3块，第一块直接的，马上就看到的是金融，那接下来比较中期的大概是贸易出口，第3个比较长期的大概就在投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听到的最新消息，美国原本要给他的几个盟友，包括隔壁的加拿大，然后后院的这个墨西哥以及欧盟。关税，尤其钢跟铝25%跟10%的这个豁免期，结果他们突然宣布说，不豁免了，从今天半夜12点开始，你们一样要缴这关税。结果那个杜鲁道加拿大的这个总理马上反击说，好，你敢打我钢铝的关税，我们就等着瞧。他也宣布了一个137亿美元的这个报复性关税。这件事情我刚才你讲雾里看花，我觉得这更是雾里看花。是，其实他这个钢跟铝是本来就有。他3月、2月的时候他就已经宣布了。其实当时他说我们可以再谈一谈，然后所以他给人家豁免了几个月，让你先缓一缓。那个时候更怪的是，他前5大他都豁免，是啊，前几大就是加拿大啦、澳洲啦，然后墨西哥还有欧盟，他都放过。就他抓了我们台湾，抓了日本，再抓了一个中国。我们台湾是他出口。他进口的第8大，中国是他第11大，抓我们这个小的干嘛？前面那个大的都不抓。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才觉得有所疑惑。但最近你会发现，美国跟欧盟的关系不好了，美国要去制裁伊朗，然后欧洲不配合，甚至欧洲那个主席还骂川普说：“有你这样子的盟友，我还需要敌人干嘛？”猪队友，那个讲话真是难听。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一向欧洲人讲话都是很客气的，对不对？就这次直接指名道姓骂了。然后你看到。那个加拿大也开始骂了，所以美国这次的钢跟铝，当然你说钢跟铝是那么大的出口，对于加拿大可能很大，因为它是原物料出口国，对欧盟可能还好，但是欧盟最近不爽的是汽车，它也要课关税啊。他说不想在第5大道看到双 B， 是他对汽车一打到德国跟日本，然后钢铁一打也是打到什么德国啦、欧洲这些国家都会有，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现在是已经有点疯了那种感觉。他现在是抓到什么，他都要打一下。打完了以后，最后他难道真的是要跟你两败俱伤？我觉得不是。可是老师，我这里我打断你一下，
我们一直以为他从竞选时期所强调的 American First， 这里或许是 American First，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利益，所以这些确实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作为吗？如果你把美国利益定义成一个交易员今天的收盘的成与败，川普总统在追求的是这个利益。老师，总统不是只有今天呢？当然他任期还有2年多，甚至你总统会影响后面，甚至你还有2年多，你还可以连任。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利益的定义是我今天就要取得胜利，我要取得年底期中选举我的民众的好感，如果你只是这样子一个短线操作的话，你的政策接下来就是把你的邻居都骂一顿，就这样把钱交出来，保护费交出来，然后其他呢后面再说，等到我期中选举完以后，我再跟你们示好。你不觉得他每次的政策都是这样子，一会儿跟你搂搂抱抱，然后你一回去他就开始骂你，类似这样子的人做几次以后，他的信用就不见了。所以我看这一次美国总统这一任美国总统的信用是美国历史以来大概最差的。是，那你反而发现习近平反而雍容大度，博鳌论坛讲的说我们要开放进口，汽车关税要让，我们希望大家来参与“一带一路”，所以不一定他里面是真的这么好心啊。是，但是他讲了雍容大度，你看到现在亚洲国家全靠过去了，除了台湾跟日本，韩国也靠过去了，菲律宾也靠过去了。东南亚很多国家虽然以前跟中国不爽不好，但现在也不得不屈服在他的压力。所以你会发现，当全世界都不喜欢美国，往靠近中国的时候，你这个利益，对了，今年给你期中选举过了啦，最近给你大豆什么东西炒一下啊，钢铁炒一下过了，但是对美国的信任来说，长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坏。所以我觉得，就一个长期的眼光，他这是不智之举。问题是，就像老师讲的，川普是一个这个说变就变的人。我们从哪一些指标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些确实是美国做得到，而且会做的？你看他用人就知道。我先不要跟你讲他对外啊，他对自己人都是这样子。川普总统，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看他那个影片？他常常说你被 fire 掉，几句话一言不合，我也不知道他那个人讲错什么话，就把他 fire 掉。好，我们那个觉得大老板是大老板，我们听不懂。后来你听过他的成功历史是好几次破产，运用很多法律法规保护自己。然后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企业越做越大。在我们亚洲，你破产过1次，我就不相信你了。哪有破产3次，越破越？信用就已经。我们在意的是你的信用，而不是你做生意那种成绩。所以你看到他用他那个白宫内阁，常常呢用，等到你阶段性任务，他不像我们台湾呢，还叫你自动请辞，写个辞呈，他就直接在推特上面说啊，感谢你功成身退，你可以走了。我明天换那个庞贝奥上来当国务卿。他好几个都是这样，像现在他那个有一个什么资深的财经顾问叫 Navarro， 是之前被他冷冻很久，现在因为最近要打中国，直接放到上面来，好像你很重要。过2天中国这个贸易战打完，这个马上要进冰箱。所以也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川普的这些对外财经政策有这么多看似冲突的一些状况发生，会不会是美国内部鹰派跟鸽派他们？彼此在较劲，比方说之前我们看到或许是鸽派组合呢，好像跟中国可以比较缓和，结果现在鹰派又占了上风，是有这样的趋势在吗？第一个是他本身谈判的技术，先制造冲突，让你受到压力，再来和解，所以他每次要跟美中谈判之前，他都会先放话，放完话，你会怎么最后的声明不像之前那么严重？这是一。第二个，诚如你所说的，美国内部的意见是不统一的。美国的内阁里面分为3派，第一派是像财政部长努钦这种，他们是属于商业利益派，他们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包含高盛银行这一类的投资银行，他们希望中国是开放市场，让他们得到更多商业利益，或者是让我的企业能够继续投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那种人，他们是就是第一个很反共，第二个更讨厌伊朗。因为他们可能跟犹太人关系很好，犹太人跟以色列又很好，所以呢，以色列跟伊朗关系不佳，他就顺便就迁到伊朗，他觉得伊朗才是第一大敌人。然后第3个才是真正把中国当成仇敌的，因为它是贸易逆差的关系，像 Navarro 或者像那个贸易代表，他们那几个就是他们认为说每1亿的贸易逆差就会有6000人失业，每1亿哦，1亿，他就有6000人失业。那美中之间贸易逆差是3000亿美金，你3000乘6000，你去乘乘看。那个乘起来几十万人失业，所以他觉得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之前他们美国可能失业率只剩3.多%了。对，但是之前他们是这个问题。现在呢？现在你会发现，当习近平表达我愿意开放市场给美商来的时候，那个财政部长这一派马上就觉得还可以接受这个条件。第二个，最近他们去制裁伊朗，
结果发现欧洲不配合啊，怎么办？那时候叫中国来帮忙，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说，那先不要对付中国，我们先对付伊朗，因为伊朗的武器就设在戈兰高地的下面，马上就要打了，你要赶快解决它。再来一个就是在他们这次谈判之前，金正恩说我不要跟你见面了。那个时候把川普吓坏了，所以川普先放过他，让习近平去跟他沟通一下。他不是事后也有讲嘛？那个习近平一定有搞鬼，不然他怎么本来说要跟我见面，突然不见？所以这个时候，当你习近平跟他谈完了，说川基金会又重新谈判的时候，川普马上变脸。你刚刚说的那个马上变脸，这个事情上会看得很清楚。所以对他来说，只有今天的商业利益，没有长远的价值取向。老师，在这个大环境变动这么大，然后随时都有一个新的这个状况出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6月，今天6月1号，马上就是下半年。老师怎么样看台湾也好，整个世界局势下半年，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一些面向？那尤其是我们自己也要选举，我们接下来的不管是景气动向，还是大环境，还是经济的变动，有哪些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大环境、国际大环境、经济环境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大变化，一直到第3季为止，经济环境。金融要小心，为什么？最近好多新兴市场国家慢慢金融出现乱象，因为美元一强，美元一强就把阿根廷、委内瑞拉，可是你看欧洲现在也不好，意大利的局势现在不稳定，所以那些资金慢慢的向美国去靠拢。但是为什么我不会说欧洲有这个金融危机？因为欧洲毕竟它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所以也还有一个德国撑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不容易让它倒。但是那个小国家，像你最近听到的阿根廷、委内瑞拉、土耳其、巴西一堆。他们的股会是暴跌，这种你要特别小心，因为1998年、2008年金融危机都是从这种小国家先1-2个先倒，从点、线、面，金融危机是一个全面的，但当它刚开始一定有几个点先倒，所以当他们资金被吸走的时候，你要小心金融的危机，这是第一个。所以经济的整个大环境目前看起来还万里无云，但是已经有金融面的隐忧已经开始产生。那我们台湾呢？因为我们过去这1-2年经济比较好，都跟外贸比较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外资来台湾很多，啊，景气又绿灯了。对，然后你的股市表现很好。但接下来你就要小心，当外资一旦撤，美元一直强吸走你的资金，最近我们股市已经上不去了。是，所以最近大家要小心11000关卡一直突破不了。所以10500到11000这个区间可能是短期这1-2个月的常态。接下来你就要防备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蔓延，股市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修正。哇，那接下来我看。